我们来到古色古香的台南。台南的小吃非常有名，到这里玩千万不要错过啊！住在台湾的人对这种小吃店都不陌生吧？住家附近都会有一两家。小吃店的环境没有大餐厅那么舒适漂亮，但是味道可不差，而且比餐厅便宜得多。一到用餐时间，有时候还要排队呢。有的小吃店要自己写菜单，有的是直接跟老板点，先看看旁边的人怎么做吧。每家小吃店的小菜都不太一样，我也要点来吃吃看。台湾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岛，但是从北到南味道都不一样，因此我在国内旅行的时候，一定会到当地的小吃店用餐。在你的国家也有这样的小吃店吗？留言和我们分享哦。复习古色古香，台南小吃有名，千万不要错过。小吃店陌生，住家附近环境舒适漂亮，味道差，用餐时间排队，直接小菜吃吃看，岛从北到南，因此国内当地